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准时收看《福起来咧》，我是综艺群阿权妹，好阿权妹问大家一个问题哦，请问世界四大果子是乜嘅？四大果子哦，好，问大家3秒鐘嘅時間，3秒鐘、2秒鐘、1秒鐘，好，彈出來嘛！答案就係好有菱角、有香蕉、有柑蜜，還有葡萄。好，阿權妹知道啲台灣真經係當幸福，因為呀4種果子啲台灣全部都有種哦。韓國今日嘅節目當中就要來同大家來分享四大果子當中嘅葡萄，韓國係啲苗栗大蘭出產嘅哦。細細嘅嘅來分享，今日嘅節目啲都有請到嘅來賓係對大蘭來嘅當後生嘅農民，細細嘅嘅來分享，最後分享。大家好，我係來自大蘭嘅鄉親尤俊岳，當歡迎來到呢個節目介紹我嘅葡萄。好，分享最後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哦，韓國阿權妹哈，一老入向旁地度，看到呀葡萄啊，冇做就會跌出來了，怎麼個按樣講呢？因為人嘅葡萄真勁動太靚呢，錯冇？錯。哦，韓國今日帶來係真係幾盤全部就평樣按太靚，故說怎麼個用嘅看張好色，阿權妹一下就會識本大家看，出隻色就啲好色，也係唔好色咯。哇，唔但唱水凍凍，韓國有凍甜，韓國皮係唔會食呢。皮唔會食。真嘅，古時亞夫卡嘅葡萄全部就按甜，係啊凊彩偷一粒來食就按甜呢。係啊，你會按甜係驚熱素有辣咧。嚇？乜嘅？熱素。熱素有辣嘅。哦。佢煎製到去到佢成熟嘅時間有辣嘅，佢葡萄都會自然熟成都會按好食。古時有熟嘅就會按好食，你有去接過夾嘅甜度有幾多冇？前頭前裝雜嘅是差唔多7月份，嗰時雜嘅是係18、19度。哦，哇！睇下啲啊甜度係用嘅落杯冇，其實甜度吼，當到果子去接啊，有90以上，其實就係大家會有人講，我們家的果子啊，有幾甜啊，有10多度咯。其實家陣我有講到7月去涼嘅時間，有18度按高，我說都也下半年咧。呀，佢嘅甜度差唔多會幾多？你下甜度可能有20。哦，我有20，我鹹較多。因為你下它比前一個時鹹更嘅，所以佢甜度係都提升一順。哦，嗰個葡萄係熱佢上到一甜嘅按用嘅果子，係按用講冇？按嚟講嘛係做按水果攏係一甜時佢會較甜。哦，上到較好。不過可能有啲人家己是酸嘅。酸甜帶酸，安尼佢風味會較好。好，嗰時候亞夫卡嘅葡萄又太靚又好食，同大家分享一下，有人客同大家分享其他條嘅意見冇？哦，有人客嚟打電話嚟我客講，而家葡萄這麼暗甜，我就講安尼。我係唔會買，等打電話過來係嘛？見到打電話嘅過去，後尾講個甜，鹹太甜，唔過鹹係愛個甜。古時表示真見當好食，當中醫食按用當甜當好食嘅葡萄就錯嘅。哦，唔過啲苗栗大蘭一個蔬菜，睇下就啲大蘭係水果之鄉，種係非常多種嘅果子。種亞葡萄嘅優勢喺哪一片？咱大蘭的優勢就係，咱上邊係雪山山脈，佢安尼唔管係做太水，安尼風采又太水安尼，佢頭擺冇介好擺時，介水都見打緊來地度。哦，它有點像介衝積平原安尼。哦，所以介你都當肥沃。哇！啊，咱都好巴順。嘿。啊，所以講介通風跟日照容易好。啊，安尼。環境下，日夜溫差個一個，動態，所以變成講，後擺嘅是，人葡萄
就是俩还都会一个葡萄收成的条件。日夜温差要很大哦。像乌鲁木齐还是新疆这片，种的这种某银的这种强色呀，黑紫色的那种葡萄，他们也是一样。对啊，跟日夜温差嘛一台。古说按用个条件，度好本也就够，只做得上到又好色又冬天，错冇？古说水，刚刚他有讲，没黑这个雪山下来的水，应该会还算到水条，所以水强力俺水条冇可能囤水，该囤水还不会都冇水好用诶。古说水有冻到，日夜温差又有，所以你做嘛条件拢有，所以你讲俺农民有一强冇。我即个感觉，俺忙到一强，不过该甜食含有提示嘛，该进行同俺添收一道。但像啲啊，甜食好啊，反应好啊，其实技术咩当重要啦。睇下技术人冇强用嗰种嘅出按太粒嘅葡萄喏，韩国其实我可能养葡萄啊，吃到。夹个棵树吃到冇按到，因为电脑杯看到冻到葡萄就会规串的长长有冇？个剪的时间，细时间会剪冻久。不过夹个看起来，量一枪冇按到，它细串用的。其他人跟爱按种的葡萄，佢都会太怕。唔知做嘛太怕？做嘛嘅？按你太怕，唔都有量嘛？量长有辣，长有辣。跟我想讲，安尼卖长有钱嘛。不过你下做咩啊？人家愿意花比较多的钱，同你买合适的东西赚。对，质感比较好的。你买便宜冇唔错，不过伊冇是你买一道，他这道佢都冇买。对啊。古时候其实按用嘅想法，你同斯坦人嘅看法好像冇乜嘅相用哦。动人家，会严格，会啊，一定会啊。不过你还是坚持按用做。系啊，因为你下按嚟做嘅原因係，你下甜食冇像調擺，可能4年前、20年前調擺環境的氣候條件是幾穩定，不過你下唔咩啊，今年甜食同。明年的甜食根本都冇相款啊！前1、2年还落太险。系啊，这个甜食根本冇相款。所以讲，你下做的是同个成功的几率提高。唔咩讲哦，我太怕，我都不同佢赌看会过关冇？要重质不重量的意思就错咧。不过其实我本也购置按胎粒，其实系有技巧嘅哦，系自家去控制的，从冇按用的来控制。葡萄太细粒就会变成讲，你下按1000葡萄，你就按太怕，它相款有养分入去系冇？不过佢会分散按多粒。你下同佢做些。从发的时阵，发的时，佢盲开发之前，也都先剪一道。哈，盲开发以前跟我剪乜嘅系盲开发啊？盲开发跟唔过入发需要来虫咧。我開始愛開發嘅感覺。你都先剪一道。哈，唔過你按你剪，你又唔知那條髮會上到好，那條髮會上來唔好，可能剪到一類可能會上到當好嘅髮誒。錯啊，唔過你做唔得想講。咱的2,000萬流，該1,000萬流，到時都睇到啦。哈，難怪雅斯他以為同人家，因為知道會懂大手。佢都會講，該黑出來都有按醬的東西，真的會不會都冇？你都說按你都唔是黑按醬啊，不過唔咩按你講啊，我做得提升家成功的機會，我當然會按你做啊。係啊，嗰時候還減T100，係要減T100。等佢黑了。迄了，唔可能佢脖子脖子按嚟看落去，可能含得太怕，都個剪一刀。太怕要愛個剪一刀。伊迄了唔啲佢唔看法可能按嚟蟲，佢迄了來蟲可能按蟲，所以你都個剪一刀。就會吃到佢可能會打太刀，就會留佢再個剪一刀。個剪一刀。古時候呀，全部就係花的階段，你就剪2刀誒。花會剪一刀，花剪一刀。迄了開發了唔係迄了。迄了看太細層，個剪一刀。個剪一刀。你都要包進前。那如果太大串，你個剪一刀。還會
个剪一刀就已经会包起来，会包起来给压钩子就已经嘿，就是要等着它成熟，会拿去卖耶。你还会个剪一刀？唔过剪一刀，唔知唔可能太细，你都会感觉唔可能，你看拿来唔会太浅嘛。对。唔像安尼，种安太盘都是出来个葡萄品质无好。留安多嘛冇用啊！故说你全部就会留营养，留给集中起来，本鸡蛋粒嘅果子全部就上到又太，还个又甜，错冇？错。哦，不过其实种葡萄吼，外地有2种种法，一种系按到嫁接，一种按到扦插。同大家来分享一下，呀2种系乜嘅意思？扦插就系俺的葡萄。你下上面葡萄会甜，对，唔同伊剪落来，插落去，加个有花膜，花膜生出来，该会安尼，安尼就会生诶，安尼不给松旁，佢都会生葡萄出来，安尼种法就系扦插，安尼按到扦插，计用夹边哦，用夹边，有一只砧木，先同个砧木种，不给生红来。带下嘅树诶，嘛个树诶都做得起，也系讲，该嘛系葡萄诶，咩系葡萄？可能系山葡萄啊，那种诶，对，叫砧木到底下，到底下松杯都接，总下讲解7节菜嘅，接到松杯，然后不给生出来。故说有2种方式都做得生葡萄出来，唔过你谈讲2种都有种呢？系啊，你种2种诶原因都系。俺哋下做的面积较宽，做的面积较宽，俺无可能修行的是一刀种下修行，俺哋下强人嘛，无好强，当人工，无好强，按呢做下做强下，俺无法度做啊，俺4-3年安尼做无法度做，所以俺都一方面都会分时间，剪枝的时间，一方面都会个品种，扦插会较强，嫁接会较慢。哇！所以你都该时间都得做调配，安尼咱唔可以说讲一刀剪，总好会剪安尼，嘛做唔起啊。哇！真嘅，阿權妹根本一可以研究吼，连呀種法都按有學問哦。我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個陣來哦。要進到福起來咧，我係總一群阿權妹，今日阿權妹同大家來分享下對苗栗大蘭來嘅葡萄。韓國剛才有講到，種葡萄有2種方法，一種按到用嫁接，那個一種按到用扦插。其實有2種方式都有辦法來種葡萄。韓國有點沒有？剛才我們的俊月有同大家來分享到，因為2種都顯係因為因為分批啊人力，對不對？是要用來分配你的人力，跟糖講還有其他嘅原因冇？其他原因都係變成講調擺，調擺咱個會種下種嫁接，嫁接好處都係是佢做得白一道葡萄，佢一條樹做得白，因為佢根系較旺盛。因為佢帶下係固定嘅較強嘅樹誒，佢已經種到當好嘅樹誒嘅，佢根系較旺盛，所以佢葡萄做得白較多。把它多的意思就是它可以承載比較多的葡萄，你做的生產當多葡萄出來，安尼，唔過就是佢安尼佢做把的一道冇錯，唔過條擺你下該問題都係講，大家都感覺講出色無好。出色無好，出色無好係乜嘅意思？出色無好就係佢喺着色，按葡萄本來着色度，佢該本來係強強嘅嘛。變着色度而變的，你看俺的葡萄，你看真嘅，它佢咩看攞不看到，你阿稱係算較無誒，算較無誒，你看你會有無縫誒，有無縫誒，像這個就是無縫誒，這個無縫所以這個是出色度冇按好，係按你嘅意思嘛？對一般人就是賣給消費者來講，佢按你葡萄佢講感覺出色無好。咁講俺你下都會變成講，人都會看到咱的出色無好，賣相都無好。大家反而
我们俺没会补中盘嘛，对，该中盘拢感觉安尼卖相无好，哦，佮都弄假死，啊毋过唔抓起来该很美，佮嘛无缝，嘿，其实无按糊，不过说起来还是冬甜的啊，还是冬甜嘛，哦，所以讲你下俺系做高品质的葡萄，高品质的葡萄唔系讲哦又糊又太亮又用顺，系俺用俺的方式去经营两个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们用友善的方式去经营两个东西，啊，本来的葡萄的根啊、树啊，还有枝条啊、叶啊。佢本身都健康。哦，种出来嘅葡萄。係啊，佢自然就懂好。係啊，自然就懂好啊。所以唔是講你要用順哦，參幾多東西不給食，你要同家嘅身體需求照顧好。哦。佢自家都會做好事嘅葡萄。嗰時候也很配越來越多農民係不能用嫁接，但是他後來其實咪變咗用扦插。嫁接都促成無好，所以你下人南部嘅用扦插。啊，因為按你細就當講。細就當講。哦。啊，其實兩種啊都種係感覺講，有時你天時用順便。你種下種強款嘅。你一下天時無好。有可能種下以後，有可能種下無好。哦，嗰時候有可能用甲杯同用這個扦插的兩種方式，讀到某用嘅天時機啊，就會有某用嘅變化。會。哦，嗰時候你兩種都做，假使個。你按那張做嚟分散風險。哇，好聰明哦！啊，唔過你下做完款就變成種啱有條件嚟做，有啲人佢做完款，佢都變成講佢嚟做佢嘛懂嘛。懂辛苦，因為要分兩種，你就會用兩種無用嘅方式，又會學兩種種嘅方法。其實有一些的麻煩，對不對？因為其他都種嘅時有時種嘅時，其他有啲矛盾講，你下都會種翻個對嗎？其他唔記得生嚟啲嘅用嘅種嘅。唔記得，唔過兩種嘅方法可能有小可衝突嘅法，你都變成講。你自家搞混的話，就亂七八糟。對，自家會搞混。韓國唔但像其實種法東南，因為啊，大家就啲購置啊，農作物、農產品全部就會有偏重開，尤其係啲台灣有食用嘅啲蔬菜，像葡萄按樣嘅東西，佢會用嘅偏開也係重開冇。佢會有陸菌病，偏嘅部分，還有彎腐病，全部都係偏嘅部分。偏嘅部分較多，啊，蟲嘅部分的話，佢嘛會有個南毛蟲，南毛蟲佢會食個葡萄，個嘛會防治，它會變成啊，唔過俺用個殺蟲嘅東西都用量都會減少，因為俺希望係個葡萄唔係消費者食嘅，俺食青島。哦，因為人哋去甲種嘅人會比消費者食閒較多。係啊，俺見雜都見食。冇食，嗰時候你啲個人嘅時候，有可能見行見照顧葡萄就見雜，你就見食咧。快要成熟嘅時，都變成講啊見雜，看到有家己嘅都見食咧。哇！都見食，是看有多愛感覺講佢做得出貨係用順嘛，安尼都會見食。啊，因為我會按呢見食都會變成講。嘅東西有安全度有都改。嗰時候你自己會當廚師？唔會，因為俺自己有寫嘅東西，配雜用順控俺唔管。啊，不過俺自己有寫嘅東西，伊都會想講，梗係咩配雜寫咧，梗係俺自己寫。自己嘢，韓國自己不靠嘅爸爸媽媽食青島誒。嗰時候你自己當廚師呀，用藥嘅部分，盡量做得減少就減少，用盡量自然嘅方式種出好色又品質又好嘅葡萄。睇下有冇？韓國其實像有葡萄啊，我啲腦杯看動接看到腦杯糊糊嘅，唔過一食起來，才知道酸酸。對，冇愛想象嘅暗甜，有冇有一種情形啊？你下一方面係時節，你下夏天嘅葡萄，唔到你下抓起來是當一甜係嘛？係當甜。啊，唔過唔到冬天嘅水又辣。
佢都會酸甜。哦，嗰個寒甜嘅葡萄，或者是咧酸柔嘅味是。嘅假使講有啲人較中意講，又酸嘅又甜嘅，做下適合啲寒甜嘅葡萄，係安樣冇？係。哦，熱甜嘅就會較甜。係，熱甜嘅佢冇酸味，所以你食起來都會較甜。所以你到鮮葡萄的時，你想講你會都較甜嘅，你可能做得用看呢？用看愛看乜嘅？唔看其他食物，可能有糊嘅，可能會太甜。哦。啊，唔過你用看呢，那想講看唔會食，嘛唔怕，你做得用皮嘅。用皮嘅？你用皮嘅，其他葡萄，倆葡萄都係。哦，冬香。真見冬香。頭擺眼種葡萄，係種其他嘅水果嘅時，眼攏會看調色嘅。哦，有調嘅色咧，叫做冬甜嘅，調嘅清淨，係嘛？偏清淨啊！哦，忙的時候扎幾多嘅先先咧。古時候見到買套葡萄吼，用皮嘅清準，皮到有葡萄香嘅，叫做成熟度有辣。哦，成熟度就較有辣嘅。哦，問大家分享一下哦，我用嘅通常嘅都好食嘅葡萄，係講唔但將脫葡萄係一個學問，食葡萄咪係一個學問，當然愛食葡萄嘅時節啦。那麼有一層拍嘅果粉，嘅果粉我落去洗槍，要當然啊還有糖果嗬，拿嘅牙膏啊，用醋啊，係麵粉啊，又係洗米水啊，又係講包到嘅毛巾麵趴底度啊，安尼用滷啊，其實當多種方式都有糖果，生來一果粉係做得食，又係做唔得食啦。呢果粉啱農民。哈。我咩不出來都咩唔對出出來。乜嘅意思？該果粉嘅佢生長嘅條件，嚟佢它生長很健康。哦。該果粉都會見到見盆。哦。就表示佢生長環境一好，佢安尼可以抵抗外面的病菌。該果粉安盆係嘛？一個農民消費者拿轉去都統一嘅洗皮。安尼經濟打掃，眼攏係眼頭先講嘅都天空嘅都冇色嘅都直接食。啊，拿轉去驚嘅發，你都水沖沖嚟都做得食。沖沖嚟就做得食咧。做得食，因為眼嘅葡萄，眼過嘅係安全期，農藥安全期。有個安全期。有個安全期。啊，眼嘛有機緣譜嘅認證。機緣譜認證。機緣譜嘅抽驗。可能當年抽驗。按你算當年嘅咧。哦。按自家當年自己送驗。自己還送驗。因為同左下講嘅同款，按自家寫嘅東西。唔錯。係。天才。按來看家嘅東西係咪就是安全範圍內，按做得食嘅。就唔會講哦，你下東西種來摘落去食，等下失敗都是啊用順。係啊，古時候也安全係第一重要哦。韓國唔單槍安尼哦，葡萄也買轉去以後啊，生來幾多年以前我留佢食的，韓國我用嘅不用我用嘅來保存，因為像呀葡萄可能包到塑膠袋嘅底度，佢就會有出水，像那個外面嘅塑膠袋就會有一些水珠啊、水蒸氣啊，按用到底部嘅果子也係搶出就都唔會壞掉。哦，我用嘅來保存較好。眼都得眼切架木卡用一太台嘅工業用係冷藏庫，個冷藏度嘅溫度差唔多都1.5度到負0.5度。哦，都0度以下嘅呢？我暗寒。係暗寒，佢都煎落嚟一排排嘛，眼要拖嘅包嘅台嘛，佢都台度啊冰到濃度，安尼咁係冰到冷藏庫底度安尼保存。安尼保存的時間做得1個月。古時候啲嘢就過鹽底度做得保存1個月。唔過假使講係消費者買轉去烏卡，自家烏卡按用嘅來保存下好。保存的話，盡量係眼倆配送攏唔管夏天還係寒天，眼攏係低溫配送。因為我要避免到倆運送的過程中有乜嘅快鐵啦，又係熱到啊、發霉啊。講佢送嘅時間冇送到啊，都啲會起電啊，都會發霉用順嘅。安尼到消費者手裡，佢唔知佢蝕落去，眼嘛會驚安尼，所以眼攏係冷藏配送。冷藏配送。所以你轉去，呀冰箱溫度可能冇按低，冇按低。啊，唔過唔到冰箱。
然后差不多1礼拜，同意适配。1礼拜以内适配安尼应该就做得啦。好，故说其实还有涵盖到有关葡萄嘅好秘史，等下休息一下陣來再個同大家來分享哦。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，我係總一群阿群妹，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好美麗大蘭嘅葡萄。韓國大家知道啊，葡萄很容易食，葡萄就係一般按嚟做水果色啦。不過做嚟做水果色以外，基本嘅阿群妹還會來同大家來分享其他嘅食法咯，好想唔到吼。基本嘅吼，我們的整個大本藝嘅時節，阿群妹看到咪係抽獎一下，怎麼解到？大家看一下亞比飲料，看起來就是像外面調色過的色素果汁啊。你唔係，哦，你係採個新鮮的葡萄，哦，然後加水落去煮。加水，古時候係直接用煮誒，它也不是說用果醬泡開的，沒，直接煮誒，直接煮誒，所以它叫做葡萄果茶，對不對？葡萄果茶。葡萄果茶，好，阿強咪忙食個，然後就來食看下係乜嘅味道。好香哦，尤其是咧淡淡嘅葡萄皮嘅香味，而且連果肉的味道都有。係錯。韓國其實也懂甜嘅，也牛仔個加糖係冇？冇。冇加糖，也係本單嘅葡萄嘅米絲，像係加水煮聽聽。係加水煮係。哇，嗰個其實大家都不卡，咩做得按用來做，對不對？其實一隻當是含熱甜來食的果汁，你就煮一鍋起來，不用到冰箱，上來食的時間就拿出來吃，其實很好吃，很好喝，而且很清爽的感覺。對，很清爽，冰果很好食。哦，你有冇想到講按用來做果茶？因為我從來冇食看過有人按嚟做。都種植的過程中，都會想說有乜產品，果醬係太少。當然都會想到我做果醬。啊，有一道可能該是休息冇好，都葡萄可能人家種來做，經驗蠻按充足，所以冇可能得都成功嘛。係啊，冇可能安尼。啊，都有一道。太多咧，結果我姐姐還有我弟弟都想講，啊冇來煮茶款，哦，結果就拿嚟煮茶，結果煮落又講，兩味頭很都好食，兩味頭感覺我自己冇食過啊，我吃到後因為有煮過，嗰時候同果醬直接泡出來嘅米頭係完全冇可用嘅，它真的多了那個果肉的香氣，就真嘅就兄弟給是葡萄用嘅，對不對？只是把它變成水，很好喝，非常嘅好食。嗰時候搶呀嘅煮都得自己煮嘛，對不對？差唔多幾度量。唔多煮嘅是看我係不用差唔多1公升的水，2000葡萄可能200-300克，200-300克而已，200-300克的葡萄，再個加1斤的水，1公升的水，對不對？1公升的水配200-300公克的葡萄，按用就做得煮一鍋葡萄茶來食。啊，可能是看濃度葡萄加較多的水，按冇一些按濃都個葡萄都不用很多。我知道吼，亞加斯講真嘅有烏卡食唔體的葡萄，有想是真嘅買嘅一太凶。買太多真嘅是唔體是都做得對，就做得按用來做果茶。哦，韓國唔單止有果茶，其他就還有出呀葡萄果醬。韓國吼其實我冇有當做呀葡萄嘅果醬，就食起來就唔係葡萄嘅味道，是香料葡萄的味道。唔過吼呀葡萄係冇強用嘅葡萄嘅果醬哦，根本也沒有準備過阿強妹食。像看呀，狗的麵包當紅嘅就已經有看到這個果肉在裡面了，也很用嘅做會同大家分享一下。你係請你之前俺自己做，結果你都係要請人代工，啊，佢代工佢嘛係要做手工果醬，佢手工果醬同俺去籽，啊唔過掛皮落去煮。掛皮落去煮，啊，佢還有參嘅原料都係葡萄、冰糖，
柠檬。有，我有时候有柠檬，一些的酸摇跟米西。韩国其实也葡萄，它真的不是像你印象当中那种葡萄香料的味道。该香料的味道，你一信都第一。对，要点东西之后有一些像在蓝莓的感觉，莓果类的那种口味的感觉。哦，古时候还有加柠檬，加柠檬那种嘛加。加柠檬就。正常咱做果酱的时候，会加柠檬调整它 pH 值。哦。安尼做出来果酱才会较稳定。所以其我俺哋不去做的原因，都系佢会请介无毒的东西来做。安尼俺妈东凤先讲，你的东西做在介绍无太细来使用。有，我有看到韩国其实要做果酱哎呀，这个做果酱的人哈，其实没有来送过福气来嘞，就是我们的香菱，我们的小爱有来过，其实佢做动到这种手工的果酱，古时候里面同样的用下来合作，没有另人大家用下合作来做果酱，韩国亚蛋糕嘅设计很可爱哎，喺起价设计。我这设计爱你系送东嘅东果的是。嘿，哦，很甜那个字。拄好该是11月初11月底，12月是该拄好迄圣诞节。古时候呀，然后这个葡萄的这个图案呐，赛季都有一些嘞，冲那个圣诞节的饰品，对不对？很漂亮，都好看。韩国有亲友推表示哦，大兰亲友名嘅就会葡萄，含做葡萄嘅果酱。古时候其实大兰按都认种葡萄，俊月你阿不卡咩迄种嘅散胎嘅，你呀还踢散胎。一开始阿公就开始来种葡萄。特别阿公种葡萄，嘛有种杨桃，阿亲做的是，俺梦出世是健康人系细胞。哦，还有种过甜。嘿，跟系细胞，不过细胞都系加利润无安高。哦。嘿，然后有动辛苦。嘿，营面积嘛会动态。一个我讲见到香港的种水果，种水果都先到葡萄和杨桃。杨桃特别啱嘛有种，不过杨桃都会铁桶介是进程容易好。好。铁桶介是人都讲介是杨桃用上会14年。啊？这么解？我有按用嘅讲法。因为跟有肾脏病的病患，做唔得是介杨桃。哦。佢加有喺钾离子嘛来贴高，跟吸落去结果那个肾脏负荷不了。哦。嗰時候後來就冇種楊桃，就搶種葡萄甜甜。後背就按到改種葡萄。葡萄咧下順勢加濕嘛問題。加濕對俺來講是嘛係一個要素啦，因為生活條件嘛。對。係啊，該嘛係一個要素。不過俺係對葡萄嘛，俺嘛加一些。對種葡萄嘛有一點點，應該說俺從細漢到咧下。名青島都係葡萄。哈，安尼唔會吃到有一些咧那個，因為做太久誒，從細到大就同葡萄鄉下，有想到講，你一開始其實沒有去做其他嘅條路。有捱太好畢業，然後還有捱有做高畢業。捱有高畢業，咪有去澳洲打工。然後打工轉來，然後我都轉來烏卡。韓國係同弟弟鄉下，全部就轉來烏卡。所以阿爸阿媽都冇法度接受啊。怎麼嘅冇法度接受呀？應該係當好嘅呀。唔對，佢都講按你轉來都做到很轉來，做乜太學脱了個脱，就按啫。係啊，初中畢業就好轉來嘅。加意思到安尼啊。咁講我感覺好，我出去有學習到一些東西。轉來應該做得做改變，冇唔錯。還有倆做葡萄倆東西係，俺從細漢到大漢，一直在接觸的東西，所以你會上手，嘛較容易上手。你嘛較啲到會到那片進入去切入去改變，你較啲到會用順，你嘛做得種配用。不過配用的東西，你都會從頭再來，你根本都唔知，你要用呢會改變啦。真嘅，韓國有後生人有興咯，有好多其他嘅東西，做唔到家鄉就做得老自家嘅想法帶到產品度，比如講將當簡單嘅包裝盒嘅，最後自家嘅想法，自家設計嘅。你啊想到嘅，我搶啊，這個設計，本來想講做人
诺贝尔彩色和彩盒一奖款，不过一奖款该他要的燃料嘛较多啊，然后像讲用个牛皮纸看起来那么，轻吃盐给用系啊，你轻吃盐啊，都加就是燃料这样子，安尼看起来都一简单。简单，很够有动有代表性。鼓励各位电视机头前的乡亲朋友，做得去青春哦，去给片来采果，其实有采果的行程，对不对？咱有采果的行程，不过我无希望讲你一下来一多年。哦，差不多几多少是限制？两台车差不多13年。13哈，13不是2台大客车，是2台小客车。13年就分享同啊，准我联络做得去采果。今晚也神梦准我来到节目现场，谢谢。谢谢。没神梦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，给速看休息一下，接下来做运动哦。